歡迎收睇 X-Power Gear Lab。之前咧就介紹咗好多 X-Power 同動漫聯成嘅產品，包括埋充電器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想要一啲平實啲、踏實啲嘅款，有冇啊？就有啦！我今集介紹呢個 Mad Digita 第二代嘅磁吸充電器啊，冇咗一啲動漫聯成嘅 IP 換嚟嘅咧，就係更加專業嘅效能。首先咧，佢非常之薄啦，好似人哋5000 mAh 咁薄，但係佢已經有10000個 mAh 啦。咁嘅另外咧，下面呢一個 mon 仔咧，平時咧只係顯示幾多個 percent。喂，今次咧呢個係彩色 mon， 顯示幾多 percent之餘咧，仲講緊有幾多 V 啦、幾多 A 啦，都可以一目了然嘅。磁吸嘅吸力方面咧，係用呢個 N52嘅磁石，有成2 kg 嘅吸力㗎。咁你就唔驚咧黐住個電話嘅時候咧，成日都會容易甩落嚟啦。咁除咗磁吸充電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放你嘅 AirPod 上去充電嘅。喺電能方面咧，有線模式底下咧，佢係支援 PD 3.0嘅。如果喺無線嘅環境底下咧，佢最大嘅輸出咧可以去到15瓦嘅。喺安全方面啊，絕大部分嘅安全認證咧都已經通過晒㗎啦。咁啊，包括呢個 UN38.3啦，同埋呢個中國大陸使用嘅3C 認證啊。咁啊，亦都可以帶住佢上飛機係冇問題㗎。顏色方面，除咗有我手上呢個低調得嚟又靚仔嘅磨砂紫色之外咧，咁啊仲有藍色啦、鈦色啦，即係灰灰地啦嚇，粉紅色啦，同埋黑色嘅。咁就可以俾對充電器嘅效能啊、電量啊等等有要求嘅朋友咧去選擇啦。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啊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。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